大家仲記唔記得呢部捉鬼除魔嘅 Jazz 美神啊？我記得當年好似係6點半左右播嘅喎。喺90年代嘅日本卡通入邊啊， Jazz 美神絕對算得上一部非常之另類嘅講捉鬼嘅作品。佢唔好似幽遊白書咁熱血啦，亦都唔好似地獄老師咁得人驚。佢係將搞笑咧放喺首位嘅。大家聽住，要集中注意力，趁佢唔為意嗰陣，我哋就進攻嗰隻惡靈啦！哎呀，做咩突然間投降喎？咁人哋真係好驚啊嘛，美神姐姐。主角美神令子係一位女驅魔師，佢將驅魔工作做成咗一門明碼標價嘅商業服務。喺捉鬼嘅過程中，有好多搞笑嘅情節咧，都令大家笑到肚痛啊！女主角叫美神令子 ，Jazz 係 Ghost Sweeper 嘅縮寫，亦即係除靈師。喺漫畫嘅設定入邊啊，現代都市其實有好多妖魔鬼怪嘅，正在呢啲鬼怪咧成為一個新興嘅行業，而美神呢，就係呢個行業嘅佼佼者。細個時候對美神嘅第一印象就係對眼超大，大到離譜啊！好多人話呢部作品係佢哋嘅 X 啟蒙作品，但係我反而冇諗得咁深入喎。當時淨係當佢一部搞笑嘅卡通片嚟睇。不過呢，美神嘅人物造型的確係好靚好性感，同埋好多人話姜藥入邊嘅馬小玲嘅造型靈感亦都係來源於美神喎。咁不如我哋做一個簡單嘅比較。喺外形上，美神同馬小玲都係御姐型嘅美女，佢哋都係一對修長嘅美腿，呢個幾乎成為佢哋嘅角色標誌之一。無論係戰鬥場面定係普通嘅站姿，只要鏡頭掃到佢哋嘅腿部線條，都會使到男性觀眾即刻。同時佢哋留住大波浪形嘅長頭髮，一雙水汪汪嘅大眼睛。美神嘅紅色長髮帶住一點張揚嘅味道，而馬小玲嘅長髮呢，則更偏向深色，飄逸之中帶住懶豪。喺服裝上，兩位女驅魔師都偏好着緊身短裙，既突出線條，亦都可以使佢哋喺戰鬥嘅時候顯得更加幹練。更重要嘅係，佢哋手上嘅武器都非常之相似。美神嘅武器係神通棍，馬小玲嘅則係伏魔棒。同時佢哋都會使用到一啲符紙或者係法器啦。不過美神嘅道具似乎貴好多噃，每一次使用佢都會考慮成本收唔收得翻嘅問題。喺收服邪魔嘅招式上，馬小玲有一套非常之獨特嘅龍神射令。林兵鬥者皆陣列在前，朱邪。呢一招真係型到爆啊！當年好多小學雞都有樣學樣，熟練咁練出呢一套9字真言嘅。當然啦，美神都唔執輸，佢嘅招式都係非常之型嘅。三千世界邪魔外道，就死啦！我要收拾你哋！捉鬼戰士美神令子發威啦！天靈靈地靈靈。喺職業身份同性格上，兩個人都係似到十足㗎噃。雖然一個叫除靈師，一個叫驅魔師，但佢哋做嘅事情其實係一樣嘅，就係捉妖除魔。而且兩個人都開咗公司，接受商業委託，務求幫顧客搞乾淨嗰啲污糟嘅地方。同時，兩個人都視錢如命啊！只要有錢賺，無論幾危險嘅鬼，佢哋都夠膽去捉。唔好同我講興趣，講錢。我知道應該點樣做㗎啦，但係關於人工方面呢，我要收1億日元㗎喎。綜上，馬小玲同美神令子真係似到十足㗎。其實陳13喺接受訪問嘅時候，亦都提到姜藥一部分嘅創作靈感就係嚟自 Jazz 美神嘅，所以都唔使大驚小怪。當然佢都加入到好多獨特嘅元素，呢啲呢，等我哋講姜藥嘅時候再慢慢講啊。前面講到呢 Jazz 美神係一部搞笑嘅卡通，而搞笑嘅主力輸出呢，就係男主角橫島忠夫啦。佢係美神令子身邊一位非常之鹹濕嘅男助手。齋睇卡通嘅話，你會覺得佢係一位廢物男主角，冇任何戰鬥技能，完全係被美神當咕喱咁使嘅。好多事務所入邊吃力不討好嘅工作呢，美神都要嗌佢去做。嗱，美神嘅收入分分鐘係以億嚟計嘅，但係佢俾到橫島嘅時薪呢，只得250 yen 啫喎。咁點解橫島仲要心甘命抵咁幫美神做嘢呢？因為佢有一樣獨特嘅福利，就係可以裝美神沖涼。嗱，美神其實都係知道橫島喺度裝佢沖涼嘅，不過呢，美神一啲都唔計較。但如果橫島落手搏懵嘅，美神就一啲都唔客氣啦。卡通入邊有咁樣嘅一段啊，講到橫島俾對手調換咗身體，但好快呢就俾美神識破咗，因為嗰個假嘅橫島喺美神沖涼嘅時候，竟然冇過嚟夾嘢。另外，作者點解要為橫島忠夫定時薪為250 yen？仲有一種講法就係話作者計過條數啊，
自己當時嘅收入就差唔多係時薪250 yen，佢將自己呢代入呢個可憐嘅男主角身上，狠狠咁共情咗一番。環島都試過造反㗎，因為佢要求加人工，但係美神唔單止唔加，仲要降低薪酬，搞到環島短暫跳咗過去死對頭嘅事務所。其實環島嘅靈力係好強㗎，只不過佢仲未被開發出嚟。比如對付黑鬼嘅嗰一次戰鬥呢，美神都爭啲搞唔掂個黑鬼。環島當時以為自己就嚟死啦，索性就對美神使出咗揸波龍走手，點知將佢自己嘅靈力輸送咗俾美神，令到美神反敗為勝。嗱，但係我哋睇卡通片嘅時候呢，係未睇到環島變強嘅，因為卡通淨係改編咗漫畫嘅好少一部分。喺漫畫嘅中後期佢嘅戰鬥潛能先被開發咗出嚟，讀者先見到廢物男主角變強。可惜呢，卡通片未出到嗰個時候就被 cut 咗啦。嗱，環島早期咁廢呢，但其實都有人暗戀佢喎，嗰個就係小娟啦。300年前，小娟被選為平息火山嘅活祭品，被抌下火山。死嘅時候只得15歲，但由於自己能力唔夠啦，無法成仙，反而變成咗孤魂野鬼噃。一開始呢，佢想捉環島作為自己嘅替身，從而得到超度，但善良嘅性格同埋論盡嘅做事方式，令到佢始終冇辦法成功啊。美神知道之後，幫佢解脫咗火山嘅束縛，但由於佢留喺人間太耐，已經唔記得咗點樣升天啦。美神應承幫佢念經超度，但前提係需要佢幫美神打工，日薪只有30 yen 咋。不過單純善良嘅小娟一啲都唔計較，好開心就應承咗。於是徐靈事務所嘅黃金3人組就咁成立啦。以上呢3位係作品入邊最主要嘅3位角色，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其他角色嘅，呢度就唔一一介紹啦。亞視嘅配音方面，美神令子係劉慧雲配音嘅，環島中夫係由陳庭謙配音，小娟由張雪兒配音，旁白則由盧潔群擔當嘅。最後我哋再嚟簡單講下個劇情啦。呢部卡通其實好容易入門嘅，早期嘅劇情呢，主要係單元劇為主，每1-2集講一個捉鬼嘅故事，隨便單獨拎出嚟睇呢，都唔會睇唔明嘅。後期先講到主線劇情，其實我反而中意睇早期嘅呢啲單元劇，因為好多捉鬼嘅故事呢，結局其實都隱藏住一啲感人嘅故事嘅。譬如呢一集就講到有一位有錢嘅富商叫美神幫手搞乾淨佢名下一棟舊物業，入邊有隻好恐怖嘅動物邪靈。美神去到先發現嗰隻邪靈戰鬥力超強啊！美神都爭啲搞唔掂佢。原來呢隻邪靈原先係富商嘅一隻寵物狗嚟嘅。富商細個嘅時候同呢隻狗感情好好噶。但後來咧，佢搬嚟呢度，留低咗隻狗。但隻狗咧以為個主人仲會翻嚟，就一直喺度等，直到死佢都冇放棄對主人嘅期待。所以咧，佢死後仍然留喺呢度，守護住呢棟舊建築。最後，富商諗起咗呢隻狗嚟做咗戰鬥現場，化解咗呢隻狗嘅怨氣，咁先結束咗呢場戰鬥。成個故事係非常之感人㗎，中間又穿插咗好多搞笑嘅元素啦。所以呢部卡通總體嚟講係好容易入手嘅，係一部非常之唔錯嘅作品。其實喺日本當地呢部卡通播出嘅時候收視率都唔低嘅，但係由於周邊產品唔好賣啦，所以先冇繼續將後邊嘅劇情改編成卡通。唔知道以後仲有冇機會見到佢哋將後邊嘅劇情卡通化呢？對於呢部卡通片，你仲有邊啲記憶㗎？不如喺評論區寫低佢。我係 Kelvin，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